你每天吃的这些健康种子，可能正在悄悄偷走你的青春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些你以为对身体好的种子，可能正在让你的关节变得僵硬，血管失去弹性，睡眠品质下降，甚至加速你的老化速度。根据最新的心血管研究显示，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状态的人，身体机能会比正常人早衰6到10年，而这些发炎的来源，很多时候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吃的食物里，特别是那些被标榜为超级食物的种子。这些种子里含有过量的 Omega-6 脂肪酸、植酸，甚至是毒素 Gossypol， 它们会在你的体内默默累积，引发慢性发炎，让你的骨质流失、血管僵硬、消化系统阻塞，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但请先别紧张，不是所有的种子都有害，关键在于你吃对了没有。事实上，有4种种子，如果你吃对了方法，吃对了分量，它们能够改善你的记忆力，减轻膝盖僵硬，提升睡眠品质，甚至帮助你稳定血压。如果你没有看完这部影片，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让关节恶化、血压升高、睡眠品质下降，甚至错过能延缓老化的黄金机会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一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今天我要用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，告诉你哪4种种子你绝对不能再碰，以及哪4种种子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年轻。第4名，最该避免的种子就是葵瓜子。很多人觉得嗑瓜子是健康的零食，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，一不小心就吃掉一整包早餐的杂粮面包上也常常撒满葵瓜子，看起来营养又健康，但你知道吗？葵瓜子里的 Omega-6 脂肪酸含量非常高，它跟 Omega-3 的比例严重失衡，甚至可以达到18:1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们的身体需要 Omega-3 和 Omega-6 保持平衡，理想的比例应该是1:1到1:4之间，但当你吃太多葵瓜子，这个比例就会被打破，导致体内的发炎反应持续增加。这种慢性发炎也会让你的关节肿胀、膝盖僵硬、血管内壁开始发炎，久而久之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你以为自己在吃健康零食，实际上是每天都在点燃你体内的慢性发炎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姓陈，65岁，住在台中。他每天下午都要嗑一大把葵瓜子配茶，持续了好几年。后来他来找我，说膝盖越来越痛，走路都不舒服，抽血检查后发现他的发炎指数非常高，三酸甘油酯也超标。我建议他停止吃葵瓜子，改吃南瓜子和亚麻籽，这2种种子的抗发炎效果好得多。3个星期后，他回诊跟我说，膝盖真的比较不痛了，走路也轻松多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有吃葵瓜子的习惯，我建议你尽快调整，用南瓜籽、亚麻籽来替代。这些种子的 Omega-3 含量更高，能帮助你对抗发炎。
保护关节和血管。只要调整饮食，3到4周内，你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。第3名最该避免的是棉籽油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又不会直接吃棉籽油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事实是，大部分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吃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棉籽油藏在很多包装食品里，便利商店的沙拉酱、夜市的杂物、盐酥鸡、便当店的油炸食物、饼前、烘焙品，很多都是用棉籽油来制作的。因为它便宜、耐高温，所以被广泛使用。但棉籽油里含有一种天然毒素，叫做 Gossypol， 这种物质会干扰心脏的电流传导，让心肌的收缩力下降，甚至增加心律不整的风险。我曾经遇过一位患者，姓林，68岁，住在高雄。他每天中午都在外面买便当，晚上常常去夜市吃炸鸡排。他来看诊的时候，主诉是容易疲倦、心悸、爬楼梯、会喘。检查后发现，他的心脏功能有些下降，心率也不太稳定。我问他平常的饮食习惯，他说几乎每天都吃油炸食物。我告诉他，这些油炸食物很可能用的是棉籽油，长期食用会影响心脏健康。我建议他改变饮食，尽量避免外面的油炸食物，在家里用初榨橄榄油或酪梨油来烹调。2个星期后，他回诊时告诉我，疲倦感明显减少了，心悸的状况也改善很多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常常吃外面的油炸食物、便利商店的酱料或是包装饼前，我建议你开始注意食品标签，选择使用橄榄油、酪梨油或南瓜籽油烹调的食物。这些油对心脏的负担小得多，只要停止使用含棉籽油的食品，许多人在2周内就能明显减少疲倦感。第2名最该小心的种子是白芝麻，这可能让很多人惊讶，因为芝麻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太常见了。芝麻面包、芝麻糊、芝麻油炒菜、自助餐的炸肉排上那一小撮芝麻，甚至是汤面上面撒的芝麻，几乎每天都会吃到。但白芝麻里含有大量的植酸，这种物质会跟钙、镁、锌这些重要的矿物质结合，阻碍你的身体吸收。当你缺钙，骨质就会流失，增加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。当你缺镁，肌肉容易抽筋，晚上睡不好，甚至会心悸。当你缺锌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伤口愈合变慢，容易感冒。而且最近的研究发现，成人芝麻过敏的情况在50到70岁的族群里快速增加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吃芝麻没问题，但随着年纪增长，免疫系统改变，突然就对芝麻产生过敏反应，出现皮肤痒、腹泻，甚至呼吸困难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姓王，62岁，住在台北。他每天早上都会喝1碗芝麻糊，觉得这样对头发好，对骨头好。但他来看诊的时候，抱怨晚上常常抽筋，睡眠品质很差，而且最近常常觉得疲倦。抽血检查后发现，他的镁和锌都偏低。我问他饮食习惯，才知道他每天都大量吃白芝麻。我建议他减少白芝麻的摄取，改成适量的黑芝麻。
因为黑芝麻的营养价值更高，2个月后，他的抽筋状况改善了，睡眠品质也变好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每天都在吃白芝麻，我建议你减少摄取量，少量是没问题的，但不要每天大量食用。稍后我会告诉你，黑芝麻才是真正的好选择，它能带给你完全不同的健康效果。第一名最危险的种子就是奇亚籽。奇亚籽这几年非常流行，被称为超级食物。很多人会把它加在豆浆里、优格里、红茶里，觉得这样可以增加纤维，帮助排便。但问题是，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奇亚籽要充分浸泡才能吃，他们直接把甜的奇亚籽加进饮料里，马上就喝下去。你知道吗？奇亚籽的吸水膨胀倍率是10到12倍。当你把甜的奇亚籽吞下去，它会在你的食道或胃里快速吸水膨胀。如果你的食道本来就比较狭窄，或是有胃食道逆流、肠胃蠕动比较慢，奇亚籽就可能卡在食道里，造成严重的阻塞。在医学文献里，已经有好几个案例是因胃前吃奇亚籽，导致食道完全阻塞，最后必须住院，用内视镜才能取出来。我自己就遇过一位患者，姓张，70岁，住在新北市。他听说奇亚籽对肠胃好，就每天早上把1汤匙奇亚籽直接加在豆浆里，搅拌几下就喝下去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突然觉得胸口很闷，吞咽困难，呼吸也不顺畅。家人赶快送他到急诊，检查后发现奇亚籽在他的食道里膨胀成一大团，几乎完全堵住了。医生用内视镜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它清出来。后来他来找我，我告诉他，奇亚籽不是不能吃，但一定要先泡水至少30分钟以上，让它充分膨胀后才能吃。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，那就改吃亚麻籽或南瓜籽，这2种种子比较安全，也不需要长时间浸泡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在吃奇亚籽，请务必记得，一定要泡足30分钟以上，等它完全膨胀后再吃，千万不要前吃，这真的非常危险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真正对你有益的种子。第4名好种子就是黑芝麻。你可能会疑惑，刚才不是说芝麻不好吗？怎么现在又说黑芝麻好？其实，黑芝麻跟白芝麻有很大的差别。黑芝麻保留了完整的外壳，所以它的矿物质含量更高，特别是钙、镁、铁、锌，都比白芝麻丰富得多。而且，黑芝麻里含有丰富的木酚素，这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够保护你的大脑细胞，减少自由基的伤害。有研究显示，每天吃适量的黑芝麻，持续60天，可以明显改善记忆力和注意力，还能降低收缩压达13%。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台湾，黑芝麻的应用非常广泛，你可以把黑芝麻磨成粉，泡成黑芝麻糊，或是加在牛奶里、拌饭里，都非常方便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姓陈，67岁，住在台南。他来看诊的时候，
说最近记忆力变差，常常忘东忘西，血压也有点偏高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1到2茶匙的黑芝麻粉，可以加在豆浆里或拌在粥里。3个月后，他回诊时告诉我，记忆力真的有改善，血压也稳定多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好了。但要注意，黑芝麻一定要磨碎才能吃，因为完整的芝麻粒你的身体无法消化，吃了也是白吃，而且不要一次吃太多，每天1到2茶匙就够了。如果你想保护大脑、稳定血压，黑芝麻是非常好的选择。第3名好种子是亚麻籽。亚麻籽是植物性 Omega-3 的最佳来源之一，它含有丰富的 ALA， 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、侧种脂肪酸，对于降低血压、改善血管弹性、降低胆固醇，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。而且亚麻籽里还含有木酚素，这是一种植物雌激素，对于更年期后的女性特别有帮助，能够平衡荷尔蒙，改善骨质密度。有一项长期研究追踪了6个月，发现每天吃适量亚麻籽的人，血压可以降低15%毫米汞柱，胆固醇也明显下降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相当于减少了30%的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另外，亚麻籽的纤维含量非常高，可以改善便秘，促进肠道蠕动。很多老年人都有便秘的困扰，亚麻籽就是非常好的天然解方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姓林，65岁，住在桃园，他长期有便秘的问题，血压也偏高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1汤匙磨碎的亚麻籽粉，加在燕麦粥里或豆浆里。2个月后，他的便秘问题完全改善了，血压也从90%140降到80%125，整个人气色都好了很多。但要注意，亚麻籽一定要磨成粉才能吃，因为完整的亚麻籽你的身体完全无法消化，吃了等于没吃。而且亚麻籽不能用大火烹煮，因为高温会破坏里面的 Omega-3。最好的吃法是把亚麻籽磨成粉后，加在冷的或温的食物里，比如燕麦粥、豆浆、优格、蔬果、冰沙都非常适合。如果你想降血压、改善肠道健康、降低胆固醇，亚麻籽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第2名好种子是南瓜籽。南瓜籽是镁和锌含量最高的种子之一。这2种矿物质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镁能够放松肌肉，稳定神经，帮助睡眠。很多老年人晚上睡不好，半夜容易抽筋，手脚无力，其实都是因为缺镁。锌则是负责免疫功能和伤口愈合。当你缺锌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容易感冒，伤口愈合也会变慢。有研究显示，每天吃适量的南瓜籽，持续4周，可以改善夜间抽筋的状况达48%，睡眠品质也会明显提升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姓黄，69岁，住在彰化，他每天晚上都会抽筋，痛到醒过来，而且白天也常觉得手脚无力，走路容易累。他来看诊的时候，我帮他抽血检查，
发现它的镁和锌都偏低。我建议他每天吃20到30公克的南瓜籽，选择清烤无盐的那种。如果牙齿咬不动，可以打碎后加在粥里或汤里。1个月后，他回诊时非常开心地告诉我，晚上已经不抽筋了，睡眠品质好很多，白天也比较有力气了。南瓜籽的吃法很简单，你可以直接当零食吃，也可以撒在沙拉上，拌在优格里，加在汤里，都很方便。但要注意，不要买那种加了很多盐和调味料的南瓜籽，那些对身体反而不好。选择原味的、清烤的就好。如果你有半夜抽筋、睡眠浅、手脚无力、伤口愈合慢的问题，南瓜籽真的能帮助你。第1名，最好的种子就是火麻仁。火麻仁是我最推荐给60岁以上长辈的种子，因为它是唯一一种不需要泡水、不需要研磨就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的种子。而且火麻仁的 Omega-3 和 Omega-6 比例非常完美，大约是1:3，这是最理想的比例，能够有效对抗发炎、保护血管。火麻仁里还含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，叫做 GLA， 也就是伽马次亚麻油酸。这种脂肪酸能够减少关节发炎，提升新陈代谢，增加肌肉力量。有研究追踪了8周，发现每天吃火麻仁的人，体内的发炎指数 CRP 可以降低36%，握力可以提升19%。这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从60岁开始，我们的肌肉每年会流失1%到3%。如果不积极补充营养，不运动，10年后你的肌肉量可能会减少20%到30%，走路会变得困难，跌倒的风险也会大幅增加。我有一位患者，姓吴，71岁，住在嘉义。他来看诊的时候说，最近走路越来越没力，膝盖常常酸痛，爬楼梯很吃力。我帮他做了握力测试和肌肉量评估，发现他的肌肉量确实偏低，而且有慢性发炎的迹象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吃2汤匙的火麻仁，可以直接撒在豆浆里、优格里、清粥里、小米粥里，都可以。2个月后，他回诊时告诉我，膝盖比较不痛了，走路也比较有力气，握力测试的结果也进步了。他说，现在他可以自己提着菜篮去市场买菜，不用麻烦家人了。火麻仁的吃法非常简单，你不需要特别处理，直接撒在食物上就可以了。早上吃效果最好，因为它可以提供你一整天的能量和营养。如果你想对抗发炎、保护关节、增加肌肉力量、提升行走能力，火麻仁是你的最佳选择。今天我用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，告诉了你4种绝对不能碰的种子，以及4种能让你恢复年轻的神奇种子。让我们快速复习一下。4种糟糕的种子是葵瓜子，因为它的 Omega-6 太高，会让你慢性发炎、膝盖僵硬、棉籽油。它藏在很多包装食品里，会伤害你的心脏、白芝麻。它的植酸会阻钙、镁、锌的吸收，让你骨质流失，容易抽筋，还有奇亚籽。如果没有充分浸泡，可能会阻塞你的食道，非常危险。
4种。好，种子是黑芝麻，能保护大脑、降血压；亚麻籽能降血压、降胆固醇、改善肠道健康；南瓜籽能改善睡眠、减少抽筋、提升免疫力；还有火麻仁，它的 omega 比例完美，能对抗发炎，增加肌肉力量，让你走路更有力。你不需要一次改变全部，只要每天加上一小把正确的种子，就能让身体逐渐恢复年轻。从今天开始，选择对的种子，你的关节会变得更灵活，血压会更稳定，睡眠会更好，走路会更有力，头脑会更清晰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你的声音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现在最困扰的是关节、肠胃还是睡眠？让我知道，这样我才能在未来的影片里提供更多对你有帮助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家中60岁以上的长辈，这真的能改变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活得更健康、更有活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